嗨，你好，我係轉姐啊。我首先同大家介紹數字學，除咗係西方國家嘅主要文化，亦都係我哋中國人嘅傳統文化嚟㗎。例如我哋嘅出生年月日時間啦，都係用數字嚟計算㗎噃。咁但係全世界同一時間出世嘅人咁多，如果我哋能夠擁有當地獨一無二嘅身份證號碼嘅時間，因為唔能夠改，反而係我哋嘅一生一世喎。咁例如我哋嘅個性啊、職業啊、健康啊、財富啊、婚姻啊、子女啊，同埋住屋嘅風水等等問題，原來喺個數字裏邊已經係話晒俾你知㗎啦。請你攞出你嘅身份證出嚟，由英文字數起，第3個就係你自己嘅數字嚟啦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一齊攞出嚟，大家玩下啦，好嘛？如果你係3數，係註定咗要勞碌奔波㗎啦。但係今年嚟講呢，係有所修正㗎。咁但係你嘅伴侶呢，就會口出怨言咯喎，因為你今年嚟講呢，係疏忽咗佢啊。咁你自己嘅健康方面嚟講呢，注意下眼部嘅問題噃。